7月7日，马来西亚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举办了人道主义与维吾尔人出境为题的研讨会。部分东突厥散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东突厥散当前的严峻形势。英国与美国情报机关首脑周三同场发表演说，齐声向学界和商界发出警告：中国是西方世界的最大长期威胁。言辞警告在场的商界和学界，中国正以网络攻击等所有可用手段窃取西方科技，并以此支配西方市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受影响的不只有英国和美国，还包括两国在欧洲等地的盟友。近日，安徽一家人工智能研究院宣称，成功将人工智能结合党建，实现对党员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时的专制度、认可度、掌握度，借此来判断中共党员接受思想教育的程度和效果。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将军表示，如果发生冲突，中国军队的指挥控制机制和后勤保障将是主要目标，预计中国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选择。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举行正式仪式，欢迎对土耳其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雅各布，双方举行了单独会谈，签署了关于发展土耳其与马来西亚合作关系的系列文件，并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指出，两国在经济、投资、贸易等诸多领域合作的发展拥有巨大潜力。英国首相约翰逊周四宣布辞去职务的同时宣称，自己将继续代理临时政府的工作，直到选出新的领导人。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土耳其将于7日当天签署一项新的双边航空协议，这将是两国自1951年以来首次签署的相关领域协议。声明表示，该协议将恢复和增加两国飞往彼此目的地的航班。